1999年初啊，有一支工程队在修建昌都邦达机场至昌都镇的公路时啊，放炮炸出了几个大脚印。这几个大脚印啊，把当时的工程人员吓呆了，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脚印。震惊世人的昌都大脚印，位于西藏国道214线距昌都镇20公里处。在路边的悬崖上，至少8对脚印由上往下而行，脚印最长达1.7米，尽管犹如巨人光着脚丫踩过泥泞的道路留下的印记。悬挂于昌都城外崖壁上的一串大脚印，很自然地让信奉佛教、崇拜格萨尔王的当地民众，把它与神明联系在了一起。格萨尔王啊，在当地民众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所以当他们见到这些大脚印时，难免第一个念头就会想到，这些大脚印肯定是这位神话般的格萨尔王留下的。毕竟昌都地区的察雅一带啊，是藏族史诗《格萨尔王》中所记述的格萨尔王以囧巴人为争夺食盐而交战的地区。可是呢，也有一部分当地民众啊不这么认为，他们认为是工程队修路放炮这一举动啊惊吓了山神，山神一怒之下远走他乡，因此留下了脚印。在藏族地区，很多老百姓认为神灵具足而居，且多在高山之巅盘踞，所以藏族地区境内的高山变成了神话中山神的住处。当然了，更多的人不相信神话传说，也不认为是古人或古生物的脚印，他们觉得极有可能是地层形成过程中所造成的一种沉积现象。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啊？不是地层沉积产生的，而是由于在这个地层沉积过程中，由于沉积物就踩了以后，然后呢又被物质充填保留下来的。在2004年的时候，经四川大学考古专家鉴定，认为昌都大脚印为侏罗纪时期古脊椎动物的遗址，其形成时间呢，距今约有1.5亿年，但具体是什么动物尚无定论。难道在那个时候还有和我们人类脚型相似的恐龙？我们看到昌都这个好像是一个有点像一个鞋底这么一个形状，其实是它的前后脚离得非常近。像它恐龙走得比较快呢，它的前后脚的重叠会更大；或者走得慢的话呢，前后脚的重叠就会更小。按照邢立达的说法，就像画面中的大象后足踏在前足印上的步伐那样，两个重叠在一起的脚印，因为走在湿软的湖边滩地上，很快融合在一起，令人难以发现它最原始的印记。为什么2亿年前的脚印还能保存至今？能保存到现在的原因，主要是它这个保存有这个脚印的这么岩石，它这个露头它比较近才暴露出来。如果说昌都这个脚印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暴露出来了，现在也早就风化没了。那为什么这些脚印会跑到绝壁上去的呢？它的这个地层的这个保存，有的是顺序的，有的是反序的，有的是直起来的，这很正常。昌都大脚印就是神秘的地球交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资料。站在大脚印的旁边，也许我们可以打开想象的翅膀，来回味这些大恐龙漫步海边的惬意的情景。